各位大家好，又到東涌一周樓市回顧，我係今日嘅主播黃柏豪。大家好，經歷咗呢一個嘅一個星期嘅環球嗰個嘅關稅戰啊，持續衝擊整個市場咧。過去一周嘅股市，大家見到都有非常之波動，而本港嘅樓市咧交投咧都放緩㗎。咁我哋比較翻呢個月同上個月嘅一手咧，呢個月係有360宗成交。比對翻3月份咧，係跌咗69%㗎。二手嘅交投咧，亦都回落㗎。但係醒目嘅買家嚟講咧，就識得尋寶啦。以往嘅議價空間可能只係得2至3%。喺呢一個關稅戰持續之下嚟講咧，議價空間係由5%至到10%。業主祈求盡快去貨，而買家亦都買到佢心目中嘅撈底尋寶貨啦。跟住喺呢個中美嘅關稅戰前景未明朗之下咧，究竟呢場嘅金融戰啊，會唔會蔓延到全個香港嘅樓市呢？無可否認啊，喺呢個關稅戰嘅情況之下咧，股市一度急挫，令到成個嘅投資氣氛或者呢一個嘅樓價嘅二手入市嘅市場嚟講咧，所有投資者觀望嘅氣氛係非常之濃厚㗎。雖然嚟講情況股市非常之動盪，但係有經驗嘅香港嘅朋友嚟講咧，未見由於嗰個股市嘅浮動咧，令到市場樓市動盪，反而咧反應非常之冷靜啊。無可否認，二手係會稍為回軟，不過業主唔急於套現，所以未見到有恐慌性嘅跳樓價彈出嚟。所以嚟講咧，各位朋友唔需要將樓市睇得太淡㗎。嚟緊亦都有啲大型嘅發展商咧，即將會有啲一手嘅樓市咧，正式推出市場㗎。上個星期我哋講過，位於西貢西沙嘅全新大型海岸綜合發展項目西沙咧，就即將開價。首批嘅數量咧係唔會少過157伙㗎。相信喺關稅戰情況之下，首個開價嘅新盤咧，為咗市場咧帶來測試水溫嘅機會㗎。睇翻我哋東涌呢個禮拜嘅成交咧，其實都喺翻單位嘅數字，全個星期只係得4宗啫，而禮拜6日只係有2宗。不如我哋睇睇每一個屋苑成交邊一4宗啦。好奇怪，由4月7號至4月13日咧，影灣園暫時係零成交㗎，好耐冇試過咁嘅情況啦。相繼而代之嘅就包括係有海堤灣畔啦，一個2座中高層854尺嘅單位，成交咗988萬，尺價係11,569蚊㗎。嗱，呢個單位咧可以講些少故事俾大家聽㗎。其實咧業主只係放盤大概3至4日啫，俾我哋，而我哋同事其實識得呢個業主咧已經係相當好多年嘅日子㗎啦。放咗單位咧係當時去放售嘅價錢咧係1020萬㗎。後尾就過咗幾日啦，竟然咧係有個跟咗好耐嘅買家啦，用心對待之下咧，就睇咗你單位，一睇咧就即刻咧願意咧就去簽署呢個臨時買賣合約啦。最後成交呢個個案嚟嘅價錢咧係988萬，原業主係2020年啊，係以1050萬購入㗎。跌幅咧就係62萬㗎，持貨係5年㗎。而海堤灣畔咧，不嬲呢3房套成交咧，其實真係好少嘅，因為喺市況好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12萬、13萬、14萬比皆是。最重要佢係永久海景，係睇到成個機場嘅海景，所以咧好多買家亦都係非常之垂青嘅，但係放盤係非常之少嘅。另一個成交嘅單位就係講翻星匯啦，星匯咧由呢個南豐發展。今次成交呢個單位咧就係5座一個中層嘅 C 單位，945尺，成交價錢係1040萬㗎，尺價係11,005蚊。原業主嚟講咧係2013年啊，以768萬購入㗎，持貨12年啦，升幅係272萬㗎。喺星匯單位嚟講咧，其實
好多單位其實咧主力咧都係以向北啊或者向西北為主嘅，但係呢個單位嘅獨特之處咧就係望山景，即係話向南啦。所謂向南樓就冬暖夏涼嘅，呢啲單位其實亦都喺市場係好少有流通嘅。而今次呢個買家咧係亦都係睇咗呢個單位多時啦，最後尾以呢個1040萬購入嘅，咁啊恭喜晒佢哋啦！咁另外一個單位就係水南天岸啦。水南天岸咧就係位於呢一個藍天海岸嘅第4期。講多些少，藍天海岸總共分為有4期，分別係有藍天海岸、有呢個水南天屋仔、第3期影岸紅、第4期水南天岸。而今次水南天岸咧係一個臨海嘅屋苑嚟㗎，亦都係低密度住宅。而今次成交咗嘅單位就係5座一個嘅中層 B 單位。尺價係568尺嘅大兩房㗎，成交咗698萬，尺價係12289蚊㗎。原業主係2020年啊，以770萬購入，持貨5年啦，咁啊帳面蝕幅係72萬㗎。今次跟住講埋一個第4個成交屋苑就係東環啦，就係5B 座一個中層一個6號室嘅單位，480尺㗎，咁啊。成交咗就550萬，尺價係11458蚊嘅。咁啊，原業主2015年啊，以485萬購入嘅，帳面升幅65萬。嗱，新鴻基單位啦，咁啊不嬲都係有好多人都垂青嘅，始終都係名牌嘅建築商啦。今次呢個單位嚟講咧，就向西南嘅，望內園嘅。咁啊，其實東環嘅單位咧，近排嘅租金嚟講咧，都係非常之企得硬，亦都係非常之係穩健嘅。主力原因係由於機組人員啦，主力咧，因為新鴻基嘅屋苑係較新淨啊，所以無論呢個空姐啊，又或者呢個機師嘅哥哥咧，都係非常之中意嘅。所以業主們啊，對於呢啲咁有單位上放盤咧，記住揾我哋東涌物業放盤，因為我哋本身做呢個租務市場咧，可以話俾你聽，喺呢個嘅東涌裏邊咧，其實排行第2嘅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咧，可以盡快俾啲盤我哋好快可以同你揾到新嘅租客㗎。咁啊，講完翻呢一個二手市場之後，東涌咧，咁啊睇翻我哋又傾下偈啦。咁啊，其實自從呢一個4月7日星期一上星期一關稅戰出台之後咧，恆指當日單日跌幅咧係跌咗3021點㗎，收市咧係報19828.3。好啦，比較翻今日4月14日啊，中午恆指收市咧係21327點，帳面咧即係升幅咗413點。其實我想講係什麼咧？其實就話可以見到，雖然嗰個關稅戰咧係籠罩住我哋，但係個點數恆指已經起碼升翻一半啦，已經信心其實翻嚟㗎啦。另一方面嚟講咧，各國為咗面對呢個關稅戰啊，令到佢嘅出口嘅影響咧，咁啊其實有多個國家咧，其實已經尋求出路，希望將呢個關稅戰咧令到佢哋減少最低嘅影響㗎。例如好似西班牙首相啊桑切啊，咁啊上星期5咧就到中國㗎，咁啊係佢任內啊第3次訪問中國㗎啦。咁啊喺呢個美國混亂嘅關稅戰政策下啦，咁啊引起全球經濟咧不確定性嘅背景下，咁啊西班牙咧其中嘅例子就知道佢尋求啊，希望去中國咧揾多啲生意㗎。咁啊另一方面，我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先生咧，亦都為咗對於呢個關稅戰嘅影響咧，希望能夠減少對中國嘅影響啦。咁啊，積極加強啦，同埋東盟嘅合作㗎啦。今日啊，佢已經啟程咗去越南啦，同埋東盟3個國家再訪問㗎。除咗越南之外咧，亦都有馬來西亞啦、柬埔寨啦咁。由種種呢幾個點因素，所以講到咧，其實美國喺呢一個全球嘅經濟影響，其實開始慢慢逐漸降低㗎。而相信啊嚟緊嘅取而代之咧，就係一啲其他新興嘅國家去同中國嘅交往，加強啊對於美國嘅金融戰嘅影響㗎。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各位嘅業主們啊，或者買家們咧，係唔需要太悲觀㗎。始終每日子都需要過，但係經濟嚟講咧，每日都有新嘅出路。只要你認為可以，各方面有信心嘅，問任何問題都能夠解決。好啦，呢個禮拜東涌一週樓市回顧就係咁上下啦。咁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。
拜拜。